一个清晨，在台北的228和平公园里，我看到一群银发族正在做全身伸展运动。他们轻松地弯腰处摸脚尖，然后优雅地站起来，蹲下去，动作流畅的像年轻人一样。但让我震惊的是，根据台北荣总老年医学中心的调查，台湾有超过60%的60到70岁长者，连自己穿袜子都很困难，爬几阶楼梯就气喘吁吁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三军总医院的老年科医疗团队经过3年的追踪研究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：台湾最灵活的长者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每一天晚上睡前都会做一套12分钟的动作。重点是，这套动作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用练瑜伽，也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就在你的床边，用12分钟就能让身体重新找回年轻时的灵活度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作为一个行医超过40年的老医生，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道理。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条老旧的道路，如果不每天维护，路面就会出现坑洞。关节也是一样的道理，长时间不活动，关节液的分泌就会减少，就像机器缺了润滑油。晚上睡觉时，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，关节会开始分泌新鲜的关节液，这个过程医学上叫做夜间关节液再生。但如果你睡前没有做适当的伸展，这个再生的效率会大打折扣。现在我要郑重地告诉你，你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最后一个动作是最关键的。这个动作决定了你未来能不能轻松站起来、自由行走，以及避免关节退化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动作，你的膝盖和脊椎可能会比别人老化快5到10年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临床上已经被证实的事实。让我先告诉你一些令人震惊的数据。台北老年医学研究中心在2023年针对台湾长者做了一项大规模调查，结果发现，63%的60岁以上长者出现髋关节旋转角度减少的问题，57%的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必须用手撑才能起身，41%的人在转身时会失去平衡。这些数字背后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关节正在悄悄地退化，而我们却浑然不觉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关节就像门的铰链，如果很少开关，就会生锈，活动起来就会卡的。我们的髋关节、膝关节、脚踝都是这个道理。再举个台湾人都能理解的例子，血液循环就像忠孝东路上的车流，如果长时间塞车不动，就会造成严重的堵塞。我们的关节也一样，如果长时间不活动，血液循环不良，关节液就无法正常分泌。很多长者有一个错误的习惯，晚上睡前躺在床上滑手机，一滑就是1-2个小时，身体一动也不动。这个习惯对关节的伤害非常大，因为关节需要适度的活动才能上润滑油。如果整晚都维持同一个姿势，隔天早上起床时，你会发现身体特别僵硬，腰背酸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睡前做一套简单的伸展动作。这些动作不是要你做激烈的运动，而是要帮助关节唤醒，让关节液能够充分分泌，为你一整晚的修复做好准备。现在让我来教你这套被称为12分钟回春术的5个关键动作。记住顺序很重要，因为每个动作都有它特定的功能。第5个动作，我们从前弯伸展开始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的效果非常强大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
当你保持前弯姿势2到3分钟时，身体会启动一个叫做筋膜伸展反应的机制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我们的筋膜就像冷掉的麦芽糖，硬邦邦的。但如果你用正确的方式慢慢加热，它就会变软。台大医院的研究显示，持续做这个动作4周后，有52%的长者下背痛明显改善。这不是我自己说的，而是有科学数据支持的。现在让我慢慢教你怎么做。请你准备一条毛巾和一个瑜伽垫。如果没有瑜伽垫，在床上做也可以。首先坐在地上或床上，双腿向前伸直。如果你的腿筋很紧，膝盖可以微弯曲，这完全没问题。把毛巾对折，垫在臀部下方，这样可以让你的骨盆稍微前倾，伸展效果会更好。接下来深吸一口气，吐气时慢慢向前弯。记住，不是用力往下压，而是让重力自然带住你的身体往前。双手可以放在小腿上、脚踝上，或者如果你够柔软，可以抓住脚掌。这时候腹式呼吸非常重要。吸气时，感觉肚子鼓起来；吐气时，身体再往前松一点点，不要憋气，保持自然呼吸。很多人会问我，医生，我要弯到什么程度才算对？我的答案是没有标准答案。有些人第一次只能碰到膝盖，有些人可以碰到小腿，有些人可以碰到脚踝，这都没关系。重点是你要感觉到大腿后侧和下背有温和的拉伸感，而不是剧烈的疼痛。这个动作要保持多久呢？我建议至少2到3分钟。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难熬，你可以先从1分钟开始，慢慢增加时间。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我要特别强调，不要硬撑。我们的神经系统非常聪明，如果它感觉到疼痛或危险肌肉，就会自动收紧，反而达不到伸展的效果。所以要让神经系统感到安全，肌肉才会愿意放松。这个动作的好处是什么？它能够伸展整个后侧链，从脚跟、小腿、大腿后侧、臀部，一直到下背和上背和上背。这条后侧链如果太紧，会导致驼背、骨盆后倾、膝盖疼痛等一系列问题。第4个动作是仰卧脊椎旋转。这个动作对于改善腰背疼痛特别有效。让我先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林先生，73岁，住在新竹，他的下背痛困扰了他整整20年。每次开车要回头看后方时，他都觉得非常困难，脖子和腰都转不过去。后来他来找我，我叫他做这个动作。6周之后，林先生告诉我，他转头的灵活度提升了40%，晚上睡得更深沉，也比较少因为疼痛而半夜醒来。他说这个动作就像是帮一个卡住很久的瓶盖慢慢松开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首先，平躺在地上或床上，双臂向两侧打开成字形，手掌朝下。这个手臂的位置很重要，因为它能帮助你固定肩膀。接下来弯起右膝，让右脚掌踩在左膝附近，然后慢慢把右膝倒向左侧，目标是让右膝尽量靠近地面。这时候你的右肩可能会想要离开地面，但请尽量让侧肩膀都贴在地上，头可以转向右边，也就是跟膝盖相反的方向。这样可以增加脊椎的扭转幅度。呼吸方式也有诀窍。吸气时，把气息向被拉伸的那一侧，也就是右侧的胸腔和腰部。吐气时，感觉身体往下沉，膝盖更靠近地面一点。这个姿势要保持多久呢？至少90秒，最好是2分钟。为什么需要这么久？
因为筋膜和深层肌肉需要时间才会放松。如果只停留30秒，效果会大打折扣。做完右边后，回到中间休息一下，然后换左边做同样的动作，两边都要做哦。对于年纪较大或者身体比较僵硬的朋友，我有几个小技巧可以分享。第一，你可以在2个膝盖之间加一个枕头，这样扭转的幅度会比较温和。第二，可以在下方垫一个软垫或毛巾，让身体更舒适。这个动作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实际帮助呢？首先，开车时回头看后照镜会更轻松。第二，要拿后座的东西时不会那么困难。第三，早上起床时不会感觉腰背僵硬。很多人早上醒来时觉得腰很紧，其实就是因为脊椎整晚维持同一个姿势。这个动作能够帮助脊椎在睡前先松开，让你一整晚都能保持良好的脊椎健康。记住动作要慢，不要急。如果感觉太紧，稍微减少扭转的幅度就好。我们的目标是放松，不是挑战极限。第3个动作叫做猫牛式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脊椎活动操。这个动作有一个很特别的功效，就是能够促进脑脊髓液的循环。脑脊髓液是什么？它是包围我们大脑和脊髓的液体，负责保护和营养神经系统。当这个液体循环良好时，可以减少脑雾，改善睡眠品质。根据台北医学大学的研究，有44%的长者在持续做这个动作1个月后，睡眠品质明显改善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首先，采取4足跪姿，也就是双手和双膝住地，手掌放在肩膀正下方，膝盖放在髋部正下方，脊椎保持中立，眼睛看向地面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2个动作的循环。第一个动作是牛式，吸气时让肚子往下沉，胸口向前推，头和臀部都稍微向上抬。想象你的背部变成一个凹下去的碗。第2个动作是猫式，吐气时把肚子往内收，背部向上拱起，下巴往胸口靠，想象你的背部变成一座拱桥。这2个动作要配合呼吸，一个呼吸循环做1次，吸气凹背，吐气拱背，节奏要慢，不要急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想象你的背部是一片海带，随住海浪温柔地波动，不是僵硬的来回摆动，而是柔软的、有韵律的流动。这个动作要做多少次呢？我建议做30个循环，大约需要2分钟。你可以在心里默数，或者放一首节奏缓慢的音乐，跟住音乐的节奏做。有些长者跟我反映，做这个动作时手腕会痛，这是很常见的问题。我有2个解决方法。第一，你可以改成用前臂撑地，也就是手肘和前臂平放在地上，这样可以减轻手腕的压力。第二，在手腕下方垫一条折叠的毛巾，增加缓冲。还有一个重点要注意，动作的幅度不用太大。我们不是在做体操表演，而是在活动脊椎。每一节脊椎都要动到，从颈椎、胸椎一直到腰椎和剑椎。这个动作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，它能够活动整条脊椎，让每一节垂体之间的关节都得到润滑。第二，它能按摩内脏，促进消化。第三，它能放松肩颈和下背的肌肉。很多人整天坐在电脑前，或者长时间低头看手机，脊椎都是往前弯的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脊椎做反向的活动，平衡一整天的不良姿势。记得保持呼吸顺畅，不要憋气。
如果感觉膝盖不舒服，可以在膝盖下方垫一条毛巾或软垫。第二个动作是脚踝旋转和髋关节旋转。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它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小看。让我先告诉你一些惊人的数据。研究显示，脚踝灵活度不足的长者跌倒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3倍，而台湾长者跌倒案例中，有73%是源自于脚踝僵硬。为什么脚踝这么重要？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连锁反应，当脚踝活动度不够时，膝盖就必须代偿性的旋转，长期下来膝盖会疼痛，膝盖痛了，髋关节就会歪掉，髋关节歪了，腰就会痛，这就是一个骨牌效应。所以我们要从最基础的脚踝开始照顾。现在让我教你脚踝旋转的方法。你可以坐在椅子上或床边，双脚悬空，先抬起右脚，用脚尖在空中画圆圈，顺时针画10圈，然后逆时针画10圈，动作要慢，圆圈要尽量画大。你会感觉到脚踝周围的肌腱在伸展，这是正常的。如果感觉脚踝很紧，刚开始圆圈可能画不大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就会进步。做完右脚后换左脚，同样的方式，顺时针10圈，逆时针10圈。接下来是髋关节旋转，这个动作要平躺住做，躺在床上或瑜伽垫上，弯起右膝，双手抱住右膝，然后用右膝在空中画圆圈。想象你的膝盖尖端是一支笔，要在天花板上画一个完美的圆。顺时针画5圈，逆时针画5圈，然后换左脚做同样的动作。做这个动作时，你可以放一些轻柔的音乐，回顾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想想今天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，把这个时间变成一个晚间仪式，而不只是一个练习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髋关节就像一扇很久没有打开的门铰链已经卡住了，你每天打开一点点，门就会慢慢变得顺畅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效果非常好。它能够增加关节滑液的分泌，让关节在睡眠时有足够的润滑，同时它也能够放松髋部周围的肌肉，减少下背的压力。很多长者跟我说，他们做了这个动作一段时间后，走路变得更稳，上下楼梯也比较轻松。有些人甚至说，原本蹲下去就站不起来，现在蹲下去捡东西也不是问题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不要小看这些简单的动作，有时候最简单的反而是最有效的。记住，动作要温柔，不要用力。我们的目标是唤醒关节，不是折磨关节。保持呼吸顺畅，动作配合呼吸，身心都会更放松。现在我要教你最重要的动作，也就是第一个动作，靠墙抬腿式。为什么说这是最重要的？因为它的效果最强大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姿势能够增加90%到100%的淋巴引流。什么是淋巴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身体的排水系统，负责清除废物和毒素。当我们整天站住或坐住，地心引力让所有的液体都往下脚积聚，脚就会肿胀。靠墙抬腿这个姿势，就像是帮你的双腿打开排水阀门，让累积一整天的液体能够回流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姿势能够增加40%的关节液再生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当你睡觉时，你的关节会制造更多新鲜的关节液，
让你隔天早上起床时不会觉得僵硬疼痛。根据研究数据，持续做这个动作的人，早晨疼痛减少了60%，这不是小数字，而是非常显著的改善。想象一下，就像你扛了一整天的重物，现在终于可以把它放下来。这个姿势就是给你的双腿一个彻底放松的机会。现在让我详细教你怎么做。首先找一面空白的墙壁，旁边最好有足够的空间让你躺下。坐在墙边，侧身坐住，臀部尽量靠近墙壁，然后慢慢躺下，同时把双腿抬起靠在墙上。这个动作可能需要练习几次才会顺畅，不要着急。躺好之后，你的臀部距离墙壁大约15公分左右，不需要紧贴墙壁，保持一点距离反而更舒服。双腿可以完全伸直，也可以稍微弯曲膝盖，依照你的舒适度调整。如果你觉得腰部悬空不舒服，可以在臀部下方垫一条折叠的毛巾或小枕头，这样下背会更放松。手臂可以放在身体两侧，手掌朝上，或者放在肚子上，怎么舒服就怎么放。保持这个姿势时，你可能会感觉腿部有点麻麻的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血液循环改变了，神经会有一点反应。但如果麻的感觉太强烈或不舒服，可以稍微弯曲膝盖，或者把腿稍微分开一点。这个姿势要保持多久呢？我建议至少3分钟，最理想是5到10分钟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做，可以从2分钟开始，慢慢增加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做深呼吸，放松全身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冥想时间，让一整天的压力和疲劳都是放出来。这里有一个重要提醒，如果你有心脏病或其他心血管疾病，做这个动作前一定要先问过你的医生，因为改变血液循环的方向，对某些病人可能需要特别注意。做完这个动作后，不要马上站起来，先把腿放下来，侧躺一下，然后慢慢坐起来，再慢慢站起来。动作要温和，给身体时间适应。这个动作的实际好处是什么？第一，晚上比较少起床上厕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腿部会积水，肾脏就不需要在夜间努力排水。第二，早上起床时腰背比较不同。第三，整个人站起来的动作会更轻松。我常跟病人说，你可以从2分钟开始，然后慢慢增加。身体不需要完美，只需要持之以恒。这句话我希望你记住。现在让我把这5个动作整合成一个完整的12分钟睡前例行程序。这是经过多位医生讨论和验证过的最有效顺序。第一步，3分钟前弯伸展，这能放松你的后侧链。第二步，左右各90秒，总共3分钟，仰卧脊椎旋转，这能释放脊椎的压力。第三步，2分钟猫牛式，做30个循环，这能活动整条脊椎。第四步，2分钟脚踝和髋关节旋转，这能润滑下肢关节。第5步，3分钟靠墙抬腿，这是最重要的收尾动作，总共加起来正好12分钟。你可能会想，我真的有时间做这些吗？让我这样说，这12分钟比你睡前滑手机的时间还少。如果你愿意为你的关节健康投资这12分钟，你的身体会用未来的灵活和健康回报你。这套动作的效果不是立即的，但是持续的。2周后，你会发现早上起床比较不僵硬。1个月后，你会发现关节活动度改善了。3个月后，你会感觉自己像是年轻了好几岁。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勉强，不要过度，不
不要想证明什么，这不是比赛，而是对自己身体的温柔照顾。想象一下，当你70岁、80岁的时候，依然能够步伐轻盈，腰杆挺直，早上起床不再感到疼痛和僵硬。这不是梦想，而是你可以选择的未来。健康的老年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每天晚上为自己的身体投资这10到12分钟。那些在公园里依然灵活的长者，他们的秘密就是这么简单。台湾有一句话说，嘎老就是嘎本，意思是年纪大了就是吃老本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愿意每天晚上做这套动作，你不是在吃老本，而是在存本。你在为未来的自己储存健康和活力。如果你觉得这套动作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父母、朋友或任何需要的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其实保持灵活并不难，也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今晚你最想开始的是哪一个动作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作为结束：你的身体从来不会背叛你，只要你愿意每晚用一点点时间来照顾它。从今晚开始，给自己12分钟，你的关节会感谢你，你的未来会感谢你。晚安，祝你有个好梦。